清謝60多歲的老伴總說營養品沒必要，直到氣血指標不太好，才知道長期熬夜對身體影響很大，別覺得調理氣血只能靠傳統食材。我們用現代科技優化古方配比，把紅棗、枸杞做成易吸收的液態營養，吸收效率比普通食補更好，氣血同源，相互滋養，氣血充足，狀態才更穩。潤紅煙是營養調理品，幫身體更好地滋養氣血，讓身體狀態慢慢回升。他平時很少吃這類東西，這次堅持調理了3個月，復查後情況明顯好轉，現在還主動讓多備一些，還在猶豫要不要調理身體。AI 新中式養生更適合現代人，點讚關注，發你一份氣血狀態自查參考。清謝60多歲的老伴總說營養品沒必要，直到氣血指標不太好，才知道長期熬夜對身體影響很大，別覺得調理氣血只能靠傳統食材。我們用現代科技優化古方配比，把紅棗、枸杞做成易吸收的液態營養，吸收效率比普通食補更好，氣血同源，相互滋養，氣血充足，狀態才更穩。潤紅煙是營養調理品，幫身體更好地滋養氣血，讓身體狀態慢慢回升。他平時很少吃這類東西，這次堅持調理了3個月，復查後情況明顯好轉，現在還主動讓多備一些，還在猶豫要不要調理身體。AI 新中式養生更適合現代人，點讚關注，發你一份氣血狀態自查參考。